来转台湾人口上最新北市，后一届有只要出来选市长咧。民进党有苏家辉、林右昌，国民党有李树川、洪明凯甲刘和仁，阁有一只乌马，就是分朗观光集团的总裁，这个总经理盛智仁。不过盛智仁也未回应。市长。 时间一日到，随行去到避顺台，新北市长侯友宜照例来到市议会接受议员指教。不过这回身边的前工作手副市长刘福仁无同齐来，就算是侯友宜身边呼声上悬的市政接班人，不过有意思是要坐地下市长宝座的人是真多，甚至冇乌马加持。基本上我们的同事的薪水都高于基本薪资。 伫咧镜头前面对媒体实手亮势，其实现任分朗集团总经理盛智仁，过去我担任台北市府建科会主委，和马英九政府时期的行政院分店会主委，进入企业后一年，即摆南洋新北市长，侪人表达家己的看法，就团结国民党来高站，亮叫盛智仁去参选新北市长。我都认识，都很优秀，我也都欢迎。国民党有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机制。 透过这些机制，由新北市民来做决定。上尾来接班，侯市长的态度真开放。即马台面上的人选，民进党阵营除了已经表特别争取立委苏巧慧，阁有现任的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。国民党阵营包括全国上关票立委洪明凯，阁有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、新北市副市长刘和仁，和上新的乌马盛智仁都有机会。不过，站在任何一个党员的角度，我想大家都会希望内耗的时间少一点。 赶快各党推出确定人选之后，我们全党全力挺一人。国民党满脑子只想着2026的选举，一心一意只把新北市民当成一张一张的选票，当成垫高他们自己的工具。全台湾上大地下市市长之争，若要对决进程，各阵营都要先推选出一位上优秀的出来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